Hello，大家好，五途小隊又出發啦！今年已經係我哋連續第5年去到馬來西亞服侍，由蒲種南下去到芙蓉區，絕對係一個全新嘅里程碑啊！今次我哋組成7人小隊，落機同當地嘅同工會合之後，由機場坐咗大概1個鐘嘅車程，就去到大部分隊員第一次踏入嘅芙蓉區。大家嘅心情既興奮又緊張，但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都帶住一顆服侍嘅心嚟服侍呢度嘅青少年同長者。一入到社區中心，我哋第一個任務就係從零開始畫壁畫。今次靚原稿係由同工米創作，主題係愛使人相聚。好感恩行李所限，我哋需要由當地同工幫手買油漆，因為香港同馬來西亞嘅顏色號碼系統唔同，但係最後都買到又準又靚嘅顏色，真係超出晒預期啊！其實7位隊員多數都未畫過壁畫，所以一開始都小心翼翼，驚畫錯。好榮幸可以加埋3位當地青少年一齊幫手，進度都加快咗好多啊！大家都越畫越有信心啊！經過3日下晝嘅努力，幅牆由原本嘅白雪雪變成色彩豐富嘅神視海，行過嘅人睇到都話話聲話好靚，簡直讚不絕口添啊！今次旅程嘅第2個重點服侍就係青少年營會啦。呢班青少年雖然貪玩，但係其實好乖好善良。營會其中一個環節係講好牧人嘅故事。呢班青少年聽完義工分享生命見證之後，全部都對信仰有正面嘅回應啊！一個個將代表佢哋嘅羊仔放入大牧人嘅羊圈，一班義工睇到都好感動啊！另外，我哋仲邀請佢哋畫字畫像，觀察獨一無二嘅自己，又請佢哋用膠片擺喺對方塊面上面，俾佢哋留意一下另外一個人，畫下人哋，等所有人都感受一下，原來每個人都係咁獨一無二噶。後來一班隊員有機會聽負責人分享，先知呢班小朋友都好辛苦咁樣喺貧窮線下面生活。其中一個家庭，一家7口住喺一個唔夠200尺嘅貨櫃鐵皮屋入面，環境好惡劣啊！就係因為有當地社區中心嘅熱心同工，不離不棄咁樣照顧呢啲家庭，其中一啲家庭先有更加好嘅生活質素，即係感恩有佢哋啊！而另一邊嘅長者繪本活動，有一班啱啱退休嘅年輕長者，有學識，中意玩又有體力，亦都好想喺退休時間做多啲嘢。一開始有隊員擔心同啲長者溝通唔到，點知一唱完社區歌，玩完遊戲，氣氛即刻打成一片，好多老友記仲主動揾我哋傾偈添。透過今次嘅生命繪本課，班老友記都好細心咁樣揀咗一隻獨一無二嘅動物去代表自己。之後又有機會上台同所有朋友分享自己嘅生命故事，大家都聽到入晒神啊！呢班超級熱情嘅老友記又送手信又送感謝卡，仲請我哋食下午茶添。我哋咁多日服侍都未餓過啊！仲有隊員被邀請同老友記一齊睇住日出跳讚美操，出咗成身汗啊！真係好開心啊！芙蓉區呢個禾場好大，但耕耘嘅人真係好少，好多家庭都好需要關心。只有呢間社區中心嘅負責人願意唔怕麻煩同埋辛苦，堅持服侍。今次大馬服侍對一班香港隊員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啊！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齊出去服侍，將祝福同禮物帶俾當地嘅社區，歡迎即刻 follow 同 join 我哋 IG、Facebook 同埋熱訊，或者即刻 WhatsApp 我哋啦！下次我哋一齊出發，Are you ready？